被梁文虎、梁文伯，甲着楚江大队兄弟杀死。林小环正经自称是独行侠，伫江湖上轰动一时，伊要哪有可能死伫因的手中呢？伊即马是一个无武功的人，伊内伤发作，已经袂当运功使剑。阿英，你敢有考虑到凌小环若是死了后，这个效果会变成安怎样？也就是正气动。 甲人家，也阁有你我，阮小妹如玉，伊嫁小环，伊必个为夫来报怨啊！ 该管也歹管，你叫我的徛在哪一端？多灵两高，我比甲伊两家的兄弟又搁了在。 用笔的是非啊，分的离开啊，家英斗对啊，也是多家人爹亲阿姊儿该是亲，也若因处理我要比邻。 各位主家人，阿英，你何必着这么啊冲动呢？如果我若是一心要帮忙陆玉者，我又何必着来甲你商量呢？咱两个人必须要心平气和来处理这件代志。那呢？你的意思是？我所担心的是梁家兄弟。 因生性好杀，心向手软。到时阵，我必须要保护家妹如玉的安全。抑阮呢？你听我讲完。至于恁杜家的人，如玉是无法度通相认。你是讲？有我举家良直的。另外，就是楚江大队兄弟。 也就是杀死凌小环的凶手之一，因两个人都袂用甲杜家的人相比。你要杀楚江大队兄弟？必须爱互如玉消灭心中的气愤。向我后生性命如玉是我的小妹，凌小环是如玉的后甥。也毋过你提死楚江大队兄弟是梁文虎、梁文伯，恁真足听。今仔日你若毋是甲杜家有关系，现在你就是甲楚江大队兄弟同款。向我后生性命！如玉，你毋是迄个对手。你做同阿姨，你同我要直接伤我也是。如玉，你较冷静，你毋通袂记，凌小环是凌小凤的小弟。小凤。
代志是？小环，我看去像小环。玲兄，大概是你一个做恶梦啦。我梦中看你，真情做伊归心是负的，伫在囝大哥。敢是阮家中啊有才好，敢是小环好的因做。迄个梦中之事哦，是不可信啊！你看心做梦，无当真。阮的小环全心啊，花淋淋厝梦叫人难安心啊。入去连腰，我的花中。唔惊，咱已经赶这尔济天的路啊，搁免偌久就会当到九华山。我看咱也是，我最担心的就是小环，伊袂晓运功数计。我最惊就是良好兄弟，趁我无伫的，去对付一小环。已经烧饭了，我会记小环是安怎样死？是予人杀死的。是啥物人？杨相，也个杜林武。阿娘，阿娘，你讲，你讲，拢是阿娘对，当初你对九华山倒转来。阿娘都不应该做到你，别那无，今仔日你小弟嘛袂死个这凄惨。我会记。小环，你免哭。在惊要死的以前，我要要求阿娘你答应我一件代志。你讲，你讲，阿娘，小环，母亲啊，大哥的功夫是无人可比。你袂报仇，你着唔通搁阻止伊。小
叫你偌辛苦是你。家人，家人，这个兄弟已经死了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林小凤台。后来该死的是梁家兄弟。出来受死！你的小弟大林妹，敢讲就爱我动手？好！你为何？你是来阻拦我？就伊到青云是哪样的人呗？梁小红，敢讲你无赶紧说出背后的事？